国中的会考准备伫咧5月21号到22号来举行。台南市安平国中特别发送应有金榜题名、兑分成功的碰饼。这摆碰饼上的印字拢是用校长郭县长提议制作而成的模具。校长勉励各位考生，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嘛是爱呼吁学生保持平常心，考出好成绩。那面临考试将至呢，我想为了让孩子能够心情稳定，同时也给他们一些祝福。我们特别结合家长会制作了这个追分成功跟金榜题名的碰饼那这个也是感谢我们阿水伯包子我们李云玉我们的常委那特别呢全力的支援那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我们就每一位学生制作了2个传统在地的一个碰饼那让学生带回去。那当然我们会告诉孩子这个不是让你马上去享用我们是希望他呢在考完会考之后，那才来享用这个甜美的果实那也把我们家长会跟我们学校老师跟学弟学妹的祝福呢，能够陪伴着他度过这一次会考，那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实力，那也能够呢展现出他们自己最强大的一个能力，然后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那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活动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这个活动我们希望祝福所有每一位今年国3的考生，愿大家的梦想都能实现。那也祝福他们，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真的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今年的国3生又是遇到第一次108课纲，那我相信这对每一个考生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那我们就是家长会，那也跟学校这边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那希望祝福每一个学生、每一位考生，他们都能够在这不容易的世代，那但是呢，能够每一个人都考出非常好的成绩。安平国中这摆准备要考试的学生总部是310个。行到教室内面，会当看到每一位同学拢继续认真的准备即将要来到的考试。学校透过送碰饼，希望考生拢会当发挥出实力，期待因会当专心去应考，保护家己莫受到疫情的影响，然后拢会当考到家己心目中的学校。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